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5一劳动节特别教育。讲全台湾每一年有超过13万人为着要照顾破病父母，甲头路死掉。所以社会福利团体呼吁政府学习日本来规划顾老假，互员工会当请假领6成的薪水。也毋过头家人是噗噗跳，拜托政府毋通阁来增加企业的成本咯。 老公倒下去了，爸妈年纪大了，孩子还小。那如果有时候真的会有想说，哎，算了，我活着真是生不如死。伫10月当前，黄小姐伊翁婿中风，父母破病，囡仔还佫细汉，拢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照顾。后来决定工作嘛无去啊。你总不能跟他一直请假啊，你要想一下人家的立场，那你只能辞职了。 像黄小姐这款案例袂少，根据卫福部估计，全台每当超过13万人，因为照顾厝内人放弃工作。社会团体呼吁政府，是毋是学日本推动顾老假，争取比较有薪假、当照安排假，有固定的天数通请，也佫会当请领6成薪的津贴，引发工商界人士的不满。政府不要再增加企业的成本了，假期已经够多了。像我家有7个兄弟姐妹，照顾我妈妈。 要属于哪一个人的假才算数？多年前我们在推育婴假的时候，社会也有这样子的怀疑嘛，可能都是要阵痛期。社会团体目标是要达到照顾无离职，然后厝内大机条倒落去，但是这笔经费要对倒位来，也未到政府迄关，都已经先互劳资双方有无共的意见。